隆冬。海路接人兵，月色迷蒙，月头问。一生人所风头蛇棍，咚咚的大鼓，有里冷清人，清人家宝玉一路花几步，脚步轻啊一呜呜言，他是一盏灯，一股神。黑影冲啊冲，跟随门孤单单，都是大乡乡子去看那林妹妹的病体，她口见亲人，人来一打这病，他有只见他七心一意不做声，一个儿家林妹妹，一个儿把臂啊胸撑，他是人意非说泪淋，是大狗狗啊，想我此生遍体内外哈，请你把狗蘑菇我不明神，妹妹啊，想你有什么心事尽不是？我与你两人各一心，我劝你们一日三餐都饮食，我劝你们一三年天要虑神，我劝你养生先养心，你何苦自己把烦恼人？我劝你姊妹的语言不能听，因为他们
自家有是真，我劝你们早早学莫一生，可晓得你命中人，再把你谋完婚。我劝你把一切心事都对错，更不要相信杨局这句娘们。那得有问以他病的手，手打勾勾，一女我几呀在心爱着，更伤心。为什么这有家为我这样累神来住滚滚泪波手谁推了香炉见此生，非你太漂